即卖生态环境因为人为的开发，地势密布的栖地是愈来愈少。各国生态专家计发出野保厝，希望打造出适合因生态的环境。在云林水内野保生态馆，因收集全世界野保厝来办展览，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大家更加了解野保的生态。用茶做的厝建伫咧2米悬的所在，原来这毋是要互人住的厝，只是做好野保生态的好所在。云林水内黄金野保馆收集全世界无共款的野保厝来办展览，透过特别打造的人工厝。野保就会当加一条通休困。因为蝙蝠呢，它会居住的环境呢非常的多变，不同种蝙蝠呢，它会选择居住的环境就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木头打造的蝙蝠屋之外呢，我们也有砖瓦式的，那甚至有一些麻布，甚至一些天然的叶子，甚至有一些国外的呢是专门特地为蝙蝠打造的比较高级专业的冬眠式的蝙蝠屋。野保本地拢会住伫厝顶、棚空等所在，毋过受到环境开发的影响，野保通安心生态的所在是愈来愈少。生态馆的馆长表示，起厝互野保住，毋但会当帮助因通休书，野保阁会替人类食饭汤，就亲像野保做伞工换叶梅共款1.2个。就是我们帮他盖一个小小的一个房子啊，邀请他来入住，然后他入住以后呢，晚上再出来帮我们吃掉一些老人的蚊子，所以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邀请蝙蝠来打工换宿的一个概念哈。我们2023年的一个监测里面，黄金蝙蝠生态馆的周遭的这个村子里面，黄金蝙蝠的数量大约有40只上下了。今年的5到7月是野保生态季节，生态馆提醒民众，若伫徛喺附近看到野保，尽量莫去甲搅吵，互因会当伫即个土地好好啊生活。若黄金野保馆的展览会一路等到9月底。若是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到云林水那耍一逝，做伙了解野保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